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一起参与这趟深度探索的旅程。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有一位在公立学校每周上满20节课的老师，他每个月领到的薪水竟然比国家规定的现行最低基本工资还要低，你一定会觉得这根本不合法吧？没错，听起来真的像某种恶劣的劳工剥削新闻。对啊，但其实这就是台湾校园里一群被称为教资老师的日常。我们总是以为母语的流失是因为年轻世代就是可能成天滑短影音，觉得母语不酷了。但如果真正扼杀母语传承的凶手其实是我们的体制，根本没有给真正在第一线教母语的人留下一条活路呢。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切入点哦。我们通常只看见语言在社会上消失的表象啦，却很少有人去检视支撑这个语言传承的基层结构。其实那个结构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确实。那今天我们要深入拆解的这份资料，就是由黄丽芬最新修订的一份重量级政策建议书简报，叫做《拯救母语教育的基石：改善本土语教学支援老师待遇与制度保障政策简易》。哇，这个标题听起来非常有分量，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我们不谈那种空泛的文化传承大道理，我们要为你直接剖开校园的最真实面貌，看看这些全名叫做本土语教学支援老师的人，到底面临着什么样荒谬的生存处境。是的，而且这份报告一开始其实就点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哦。他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叫做政策巨人与制度侏儒。政策巨人跟制度侏儒，这两个对比也太强烈了吧？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落差？其实这里的政策巨人指的就是国家这几年来展现出了那种宏大的企图心了。你想想看，我们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也把本土语言纳入了所谓的固定课程。对，就是国家级的标准课纲嘛。没错，所以从法规的高度来看，国家其实把母语传承的地位拉得非常非常高。但是呢，当我们视线往下，看到真正要在教室里把这些政策落地执行的基层人员时，却发现他们竟然是制度侏儒。等一下，侏儒这个词听起来很心酸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体制其实只是把他们视为一种补充性的临时人力，而不是常态性的教育骨干，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劳动条件被极度边缘化了。为了让大家更有画面感这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国家决定要办一场最顶级的国宴，然后特地请来了一位拥有深厚传统底蕴的米其林大厨。结果呢，大厨到了厨房，主办单位却跟他说：“抱歉我们只能按小时计费给你。”对，而且搞不好还会说，那个炒菜锅你要自己准备哦。真的，甚至连他中场休息想坐下来喝口水的那张椅子，都要请他自己想办法。我们把这种文化传承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结果给出的资源却是这么的苛刻。这个国宴的比喻真的非常生动，而且残酷地贴近了现实啦。报告里面其实详细拆解了这些教资老师面临的制度陷阱。那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来自于他们的身份不明。身份不明，他们不就是老师吗？这就是玩文字游戏的地方了。在法规上，他们名义上要在讲台上承担老师的教学责任嘛，但是在聘任办法里面，他们却被降级称为工作人员。哇，既要承担老师的责任，但是在编制上又不算正式老师。那他们到底受什么法规保障啊？总该有最基本的劳工权益吧？这就是最吊诡的地方哦。他们刚好卡在了一个法规的真空地带。真空地带？对，他们不是正式编制的教师，所以不适用教师法相关的那种完整福利。可是同时呢，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劳基法的保障范围里面。什么？没有劳基法？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像是只要一放寒暑假，学校就可以合法的把他们直接停保停薪。遇到国定假日，
因为没有实际上到课嘛，当天就是零收入。太夸张了吧？那特休或是年终奖金那些呢？当然更不用提了，完全没有。这种就是用到的时候才付钱，没用到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的逻辑，真的很让人难以接受哎。而且报告里提到的薪资数据，让我看到傻眼的地方。那个数字确实很惊人。对啊，我们都知道这10几年来台湾的物价涨了多凶嘛，你买个便当搞不好都多了1倍的价钱。但是报告里指出，过去10几年，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超过26%，连军公教业也调薪超过11%了。可是这些闽客语教资老师的钟点费竟然长达16年没有调涨过。是的，真的是长达16年的薪资冰河期哦。一直到最近，国小的钟点费才微幅调升到每节课336元而已。336元，我们来把这个数字具象化一下好了。假设一位教资老师，他把教母语当作他唯一的工作，他非常拼命哦，一周上满了20节课。其实一周20节课，在教育界已经相当于一位专任教师的满堂负荷了，是非常累的。没错，那我们来算一下，336元乘上20节课，再乘上1个月4周。他能拿到的月薪大约是26,880元。对，算得非常精准，就是26,880元。哇，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惊人事实啊！一个把一周排满满的全职教学工作者，月薪竟然不到27000，这比现在劳保规定的月基本工资28590元都还要低耶！这在行政系统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其实体制最大的盲点就在于，他一直预设这些教资老师只是来兼差的。兼差？可是教母语也需要很专业耶。没错啊，体制忽略了本土语教育如果要落实，根本就需要一群全职投入的专业人才。而且现实情况其实比你刚刚算的26000还要严峻很多。怎么说？还有更惨的吗？因为一间学校能开出来的本土语节数其实非常有限。一个老师根本不可能在同一间学校凑满那20节课的啊！对吼，每个班可能1周才1节母语课。是的，所以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必须要在3间甚至是4间学校之间奔波，变成那种名副其实的校园游牧民族。而这种跨校教学又让他们掉进了报告中指出的另一个很可怕的深渊。是什么深渊？报告称之为跨校奔波的投保惩罚。等等，这听起来非常违反直觉耶。老师为了教学在各个学校奔走，不但要耗费通行时间，还要花油钱，体制能都不应该给予补贴吗？为什么反而会变成一种惩罚？这个惩罚主要是体现在劳保制度的设计上面了。简单来说，体制等于是逼一些跨校老师玩一场晚输的游戏。晚输的游戏，这要怎么解释？我们假设一位老师他在 A 学校上了6节课，然后又跑到 B 学校上了5节课，两边的薪水其实都不高嘛。现在他要面临劳保投保的选择了。他有2种选择，对吧？对，第一个选择是向劳保局申请合并计算，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但问题来了，因为他的总薪资依然是很低的，所以他的投保集聚会被硬生生压在一个极低的标准，大概只有15000多。哇，15000的集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付出了大半辈子的青春在教母语，未来的退休金却会因为这个极低的集聚而大幅缩水，他老年的生活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天哪！那为了保住未来的退休金，他们是不是只能选择第2个方案，就是说在2间学校各自去投保比较高的集聚？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他选择在2间学校分别独立去投保的话，残酷的现实立刻就会打在他脸上。怎么了？保费会变贵吗？没错，他当下每个月要从自己口袋掏出来缴的个人保费会直接翻倍。你想想对于一个原本月薪就已经不到27000，甚至因为排不到课赚得更少的老师来说，每个月还要多被扣掉几百块，甚至是上千块的保费。这对他们的生活费来说真的是非常沉重的打击耶。是啊，这等于是逼迫他们在饿死现在跟饿死未来之间只能选一个。
把体制的风险还有雇主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最弱势的基层劳动者身上。这套机制真的非常冷血。不过，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都还只是停留在看得到的薪水跟保险哦。没错，那都还只是表面。对，因为报告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隐形工时冰山的概念，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最消磨教学热情的地方。确实是这样。我们刚刚在算那些钟点费的时候，其实那仅仅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角而已。也就是说，实际上台上授课有拿到钱的时数。但老师的工作怎么可能只有上台讲话而已？就是说啊，一位负责任的老师，他的工作绝对不是打钟那一刻才开始，然后打钟那一刻就结束的。在那座冰山的底下，其实藏着庞大到惊人的无偿劳动。我来想象一个校园里很常见的情境哦，比如说学校要派学生去参加全市的客语或者是台语演讲比赛，学校通常不会有什么额外的经费可以请老师指导吧？完全没有，所以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在教职老师的肩上了。老师可能要利用他自己的周末时间，或者是下课后留下来，一句一句的去纠正学生的发音，训练他们的语感。哇，然后这些时间全部都是没有钟点费的。1毛钱都没有，而且还不止这些哦。报告中还特别点出了寒暑假的语言认证辅导问题。认证辅导？对，因为现在国家鼓励学生去考本土语认证嘛，那学校就会在寒暑假开辅导班。但是呢，针对教职老师却缺乏完善的给薪机制跟保险保障。寒暑假本来就被退保了，还要无薪回来辅导学生。对，更荒谬的是，还有所谓的自费无薪进修。为了提升教学品质，或者是配合新课纲去研习，你如果是正式老师去上课，学校会给所谓的公假派代。哦，也就是学校会出钱请代课老师来帮忙上课，对吧？没错，但是教职老师如果要去参加研习，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调课。如果调不成的话，抱歉，那一天就是直接扣薪水哦。这听起来就像是国家把母语传承的重担外包给他们，却用最精算的方式在规避所有的雇主责任。哇，这听起来真的太不公平了。既然现行制度把他们逼入这种越努力越吃亏的死胡同里，那这种劳动条件的崩坏，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啊？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这些老师个人的财务悲剧而已吧？当然不是，这其实会引发一场从劳工危机一路延烧到国家文化危机的骨牌效应哦。骨牌效应，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是什么？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就是师资崩溃啊！你想想看，当一个行业缺乏保障，寒暑假连薪水都没有的时候，年轻世代怎么可能会愿意把这当成一生的志业来投入？这直接导致了现有师资的高龄化，还有非常严重的人才断层。真的，年轻人也是要吃饭的啊。那一旦没有足够的老师，连最基本的排课都会出问题吧？对，所以第二张倒下的骨牌，就是在教学现场非常残酷的教学妥协。教学妥协是什么意思？报告中举了一个很真实的困境哦。我们都知道客语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种不同的腔调嘛，像是四线腔、海陆腔、大埔腔等等。对，腔调差蛮多的。在理想状态下，学校应该要落实分腔教学，让孩子可以学到自己家庭真正使用的母语。但是呢，因为师资极度匮乏，学校根本找不到教特定腔调的老师，最后只能无奈妥协，偏重单一的腔调，甚至会出现把不同腔调、不同年级的学生全部塞在同一个教室里进行所谓的混腔教学。这听起来非常荒谬诶。你可以想象哦，一个家里明明是讲海陆腔的孩子，到了学校却被迫去学四线腔，只因为学校找不到老师。对，那这样他学了有什么用？是啊，这让他不但没有办法跟家里的长辈用学校学到的母语来沟通，反而会让他觉得这门课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完全是脱节的。这就直接促成了第三张骨牌的倒下，也就是最严重的后果。没错，就是文化的全面削弱。当语言的多样性在教育体制内被直接抹杀的时候，学生对自身母语的认同感就会跟着降低。
这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隐含讯息给下一代。我觉得这个隐含讯息，其实从一个学生的视角来看，会看得最清楚。你想象一下哦，当一个国中生走进校园，他看到教英文的老师有着完全的福利，坐在办公室里专属的办公桌前面，甚至学校还会花大钱打造那种很豪华的英语情境教室。对，反观本土语老师呢？转过头，他看到教自己母语的老师，下课后因为没有专属的座位，可能只能坐在楼梯上批改作业，而且学生可能还知道，这位老师到了寒暑假，还要为了生计去打零工。老师在学校里简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缘人。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言语，光是用这种制度上的差别待遇，就已经无声却又无比大声的在教导下一代：孩子，你的母语并不重要。这难道不是整个母语教育里面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吗？这个视觉化的对比真的非常震撼哦，而且完全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啦。学生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绝对会从学校对待老师的态度来衡量这门学科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黄丽芬的这份报告不能只停留在揭露问题而已。总要提出解决方案嘛。对，所以他更在最后提出了具体而且可行的制度改革蓝图，试图为本土语教育重新把地基建起来。既然看到了破洞，总是要提出修补的方法啦。那报告里面提出了支撑永续母语教育的3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关于证明与专职化。只是给他们一个老师的名分，真的就能解决问题吗？其实名分的背后是实质身份的转变了。目前法规上的那个支援人员的称呼，必须要彻底被扬弃。报告建议在过渡期间，可以先仿效目前基隆市的做法。哦，基隆市是怎么做的？基隆市推动了本土语巡回代理的职缺，他们直接用月薪来聘任老师，不再算那种可怜的钟点费了。哇，用月薪，那这样差很多哎。对啊，只要行政上给予适当的减课协助，让他们可以专心在几个学校之间巡回教学，这个模式其实是全国都可以效仿的。那长远来看呢，终极目标当然还是要落实中央专职聘用，打造名正言顺的国家语言教师。确实，有月薪制真的能解决那种寒暑假没收入的恐慌感。但是对于那些目前还无法立刻转为月薪制的广大的兼任教职老师呢？第2根支柱有提出什么实质的财务保障吗？第2根支柱的核心就是稳健薪酬与劳权，这包含了2个很重要的机制转换哦。首先呢是推动学期聘任制，这部分桃园市已经开始先行试办了。学期聘任制的意思是，也就是说，聘期必须要完整涵盖寒暑假，这样就可以确保老师的劳健保不会每年被硬生生断掉2次。那另一个关键是实施所谓的大钟点计薪。这个大钟点计薪听起来有点技术性耶，它的运作逻辑是什么？过去的做法是有上课才有钱嘛。那大钟点计薪的逻辑是，只要是学习初就已经排定给这位老师的课表，那就算是老师的预期收入了。哦，所以如果遇到放假呢？对，如果这学期中间遇到了国定假日放假，或者是学校临时要举办运动会、校庆，借用了上课时间，导致老师没有实际上到课，不好意思，学校依然必须要照常给老师薪水。哇，这点非常关键诶，这等于是把原本由基层老师在承担的那个风险，转移回到体制跟学校身上了。没错。以前学校办活动不上课，老师就得吃自己。现在等于是国家承诺了他们一个稳定的收入预期，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专业啦。那最后一根支柱呢？这第3根支柱就是专业知识与尊严，这要从最基本的硬体设施做起哦。每间学校都应该要给予本土语老师专属的办公桌跟置物柜。对，至少让他们有个放东西的地方吧。是啊，要还给他们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尊严。那在制度面上，也必须赋予他们进修的权利，比照现职老师给予公假派代。不用再自费请假去进修了。没错。而在行政端呢，报告强烈建议教育部应该要设立一个全国本土语教职老师管理平台，
统一聘任的期程跟薪资的集聚，不要再让各个县市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标准不一了。这样真的能大幅减轻老师四处去投履历，还有学校招募的行政负担。所以说到底啦，这份蓝图所要求的，其实从来就不是什么奢华或是特权的待遇嘛。他们要求的，真的只是最基本的同工同酬，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对，就是这么卑微的要求。让他们在教师节的时候，能跟其他科目的老师一样，理直气壮地接受学生的感谢。这难道不应该是教育现场最基本的标配吗？我完全同意。这也是为什么这份报告在最后针对3个不同的权力层级发出了非常强烈的行动呼吁哦。中央教育部必须立刻修法正名，然后建立全国统一平台。地方的教育局处必须要全面推动学期聘任与大钟点计薪。还有立法院也很重要，对吧？是的，立法院更必须要扮演监督的角色，确保这个专职聘用的精神能够真正落地，而不是最后又沦为一句口号。今天的深度解析真的带来了巨大的资讯量与反思。我们从黄丽芬的这一份政策建议书里面，看见了这群被称为教学支援人员的老师们是如何在法规的夹缝中挣扎求生。没错，我们看见了那个算出来竟然连最低工资都不到的微薄薪水，还有隐藏在那座冰山底下庞大到不行的无偿劳动。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这种制度上的剥削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拆解掉我们国家当初想要传承母语的初衷。其实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整个议题最强而有力的总结哦。这句话是说，没有安心的老师，就没有永续的母语。哇，这句话好有力量诶。是啊。当位于核心的师资每天都还在为了生活发愁，根本无法安心教学的时候，我们在外面高呼的那些什么母语多样性啊、文化传承的价值啊，终究只是一座盖在流沙上的虚幻城堡而已。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件事。我们经常在新闻上感叹某种方言正在逐渐消失，或者是遗憾现在的孩子已经听不懂阿公阿嬷的话了。我们习惯性的会将责任归咎于现代科技的发达，或者是大环境的不可逆。这是一般人的直觉。或者是流利的说出一句充满智慧的俗谚时，或许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珍贵动听的文化声音背后，是不是正有一群人正用他们不被体制看见的热情，用他们牺牲自己权益的无偿付出，正替我们苦苦扛起这个国家所忽视的巨大文化重量呢？而我们是不是早就该把他们应得的尊严与保障还给他们了呢？感谢您今天参与这趟深度的知识探索，我们下次见。